小豬唔睺超年，君如玩不聞。前晚尾場紅館 show， 小豬揾咗君如做嘉賓，佢兩個懶情深扮友人，勁搞笑。其實我跟君如姐認識很久，差不多15年前了。15年前的事情你還在提？係喎，唔講都醒唔起。當年小豬幫君如個台灣節目扮過郭富城㗎。15歲嘛那時候。對啊，還沒發育。我想問你，為什麼會長高呢？我嚇一跳，你是會長高嘅？幾年前。哦，見佢仲好似嚟到我呢度啫。係啊係啊，15歲的時候年紀還很小，所以還沒有發育。吃什麼呢？媽媽的奶奶。哇，咁直接嚇咗君如一跳，即刻轉話題，叫 fans 一齊提前幫小豬慶祝月尾牛一。咦，超年都嚟咗，仲搭晒糖咁款，可惜小豬請人食檸檬，送香汗毛巾同握手環節，都冇份，真陰公。